甘味雪巴2分鐘打起。夏天好多時都會食雪巴消暑㗎，甜味嘅或者果味嘅雪巴就食得多。今日 Michael 就教大家用法國嘅傳統食材雅之竹嚟到做甘味嘅雪巴。首先燒熱鑊，落少少油，放入乾葱頭、芹菜籽、紅蘿蔔粒同埋胡椒粒，然之後放入雅之竹炒香，再揼埋百里香、芫茜籽炒香，跟住加白酒，再落雞湯，冚蓋煮到收汁。當雅之竹煮到腍身之後，就不起攤凍，放入雪櫃裏邊雪凍。攞出嚟之後，加入奶粉，放入 Paco Jack 打2分鐘到軟滑，咁就搞掂噶啦。但係如果屋企冇 Paco Jack，可以先將雅之竹用攪拌機打爛，隔渣之後先放入家用雪糕機打成雪巴噶。呢個雪巴用嚟拌沙律食就最滋味啦。